重点啊，落去的公车站，让坐伙人会当坐伫遮等公车休困。这是德山警察分局对面的公车站，进前则无通坐。阿公阿妈拢爱徛伫咧路边等公车。店长知影了后，就赶紧请相关单位来遮设公车亭。长者在等车之余，只要上厕所又方便这样的一个构思的话，结合在一起，那整个工作点今天完成了。以前都来拢若落雨拢去避遐2个月来还济啦，有啥济即摆恁用公所用安尼吼，遮落雨足好诶，方便足好诶啊。结合德山镇有名的竹仔文化，用环保的材料，这嘛是即马全台湾竹工艺产业头一个摕到设计含新型专利的公车站。台湾第一个符合建筑抗风规范标准的竹公车亭，所以它可以抵挡12级的阵风。因为这个竹仔公车亭才搭起无偌久，有真侪所在需要改善。德山里长讲会交予因来负责表扫和维护，后来到遮等公车的许多人等下做舒适的，让游客包括我们的长者来这边等候车呢，都会感受到说我们这一块的很漂亮的秘密花园呐。店长讲会观察这个公车亭使用的情形，未来有机会卖规划把德山镇的公车站，拢改做这个模样，来争做德山镇的特色。